多谢雅心，天气真热，骑乌多摆人是有够艰苦。拄着红顶时，拢找较凉的所在，伫遐觅日头。连赛车人嘛共款，像讲觅伫树仔骹、啦顶仔骹，甚至大台车的边啊，也毋过只个细字。警方表示讲，你若临时停伫红线、公车站牌、左线线顶顶，即拢算违规，会被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罚300到1800块。若是骑乌多摆人为着觅凉。熊熊打洞啊，造成车祸。你若是讲将这个乌多摆临时停伫离路口差不多几公尺远的所在，可能会收到上悬24000块的罚单。日头赤影影，伫咧日头骹骑机车，当着停红灯的时阵，一个拢去找有红的所在。拢骑过头啊，佮家己捌去，唯直接骑就人行道，佮有人亲像安尼。停伫咧离路口遥远的位置，就惊互大日头晒甲五面去。严格毋是敢若有红的所在就会当停哦。红砖道啊，骑楼吧。如果停红线或骑楼会处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嘛是有人乖乖啊停伫咧白线头前。我就停在那街内面。哦。照规定来就对啊。对啦，安就对，安尼安全就收袂到。就惊去互罚钱，甘愿去互日头拍，嘛无愿意含钱来讲生笑。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停伫咧红线、公车停的所在，或者是黄色的盲线，会罚开600块到1200块的罚单；超线或者是告着斑马线，也是停伫咧倒弯甲正弯的专用道，是开600块到1800块的罚单。如果若是为着要闪日头，紧急来打洞啊！亲像安尼造成交通的事故，上悬会罚24000块。道路上行驶的车辆，依照交通号志的管制，有其行驶的速度与节奏。倘若市民为因躲太阳而任意停等于道路上，恐因后方车辆未注意而遭到撞击，甚至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警方提醒，若是停红灯要避日头，就要找好着所在；啊，那么若是违规去互检举，就会收到罚单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